最後嘅一個嘅教導嘅環節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3卷嘅福音書咧，都有提及耶穌嘅降生嚇。你有冇諗過咧？係可以去用路加福音裏邊，佢有4首嘅頌歌，稱為基督頌歌，去設計嚇你嘅聖誕嘅崇拜嚇，亦都以呢4首嘅頌歌用讀經係去培育靈性嚇。呢4首嘅頌歌咧係包括尊主頌嚇，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救主為樂嚇。第2首咧係以色列頌，路加福音1章68至79節嘅經文。第3首係榮耀頌，呢首我哋常常都會係誦讀嘅，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地上平安歸於佢所喜悅嘅人。仲有一首就係求主頌嚇，路加福音2章25至32節。每一首嘅基督頌歌咧，都可以務素我哋嘅靈性，激勵我哋咧喺聖誕期要活出主自己俾我哋呢個與上帝聯合嘅生命係一個點樣生命，去彰顯主嘅榮光。當每一首頌歌喺崇拜中被誦讀嘅時候，其實我哋咧都聽見呢4位嘅聖誕期嘅人物展現佢哋生命嘅榜樣，係嘛？瑪利亞佢所展現嘅敬拜者嘅榜樣，就係一份尊主為大嘅心。當佢唱出呢首尊主頌，唔好忘記早幾段嘅經文嚇，係提及佢話乜嘢啊？我係主嘅使女，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喺我嘅身上。當我哋去誦讀撒迦利亞呢首嘅以色列頌嘅時候，都係表達緊一個我哋願意用聖潔公義去侍奉我哋嘅主，我哋一生都係去侍奉我哋嘅主。當我哋讀到天兵天使嘅榮耀頌嘅時候，呢個係帶出啲乜嘢嘅靈性？就我哋嘅生命係要去榮耀上帝，亦都係祝福我哋身邊嘅人，帶出主自己嘅平安歸於神所喜悅嘅人。當我哋讀到西面頌嘅時候，呢首求主頌嘅時候咧，我哋所表達嘅西面佢可以話主啊，如今可以照你嘅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即係我已經完咗我在世嗰個 duty 啦，我可以落監啦嚇 ，OK， 即係已經完成咗啦，呢個忠心完成使命嚇，忠心完成神交付我嘅工作。呢4樣嘢，從尊主為大到睇見我生命要終身侍奉主，我生命要去榮神益人，同埋忠心完成主嘅工作嚇，係好值得我哋咧喺聖誕期嘅主日，成為我哋嘅講題，成為我哋嘅詩歌嗰個設計啊。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就做唔晒4首係嘛？咁我選取咗尊主頌其中一首啊。咁而呢一首咧，我哋都有啲嘅準備嘅嚇。呢一首咧就係我哋就唔係讀我心尊主為大嗰段，不過我哋讀之前發生啲咩事。咁話咦，咁咪 miss 咗尊主頌嘅內容？唔怕，我哋會唱出呢個尊主頌嘅，係啦。即係有一位係啦，有一位嘅隊員姊妹，佢會獻唱一首尊主頌，咁嗰個就係嗰個頌歌。但係咧，我哋前邊咧就要帶出咁瑪利亞經歷緊啲乜嘢，以致佢唱出呢一個嘅尊主頌咧，係嘛 ？OK， 咁我哋就嚟學一學呢3段嘅經文，可以點樣係去表達，好唔好啊？好。3幕嘅經文，第一幕不如請大家讀出好冇？預備起。
testing 好。咁我哋而家咧已經揾咗 partner 啦，係咪啊？好，咁咧我哋就企身啊，企身。睇下你個動作係咪同我一樣啊？你分配咗一個係天使先啦，一個咧就係瑪利亞。好啦。好，而家咧，我想咧請天使，你可唔可以單手向前？單手啊，單手向前。你表達有嘢同瑪利亞講呢個動作，好冇？好啦。咁瑪利亞咯，瑪利亞咧就可唔可以雙手擺喺心上，然後表達好驚、好驚恐咁嘅樣，係啦。OK， 好啦，好，做得好好啦。我哋而家試下第二幕咯。好，第二幕咧，我當你好熟啦，我唔俾時間你傾啦嚇。第二幕而家咧，我想你轉啦動作啦。而家咧，天使咯，你就繼續單手。就按手喺瑪利亞身上，咁啊凌空唔使掂佢嘅，好冇？嗱，咁啊瑪利亞咧，你就雙手好似兜住一啲嘅祝福咁樣啦，雙手兜住有個兜咁樣兜住領受祝福，得唔得嚇？咁呢個第二幕嘅動作啦，得唔得嚇？好，跟住到第三幕咯喎，第三幕咧個主要係講緊咧瑪利亞佢嘅回應係嘛？咁啊今次天使今次唔單手啦，頭先第一、第二幕都單手，今次雙手打開嚇，雙手打開嚇，咁瑪利亞咧就會係跪下祈禱嘅，不過你呢度跪唔到啦，你而家半跪啦，半跪有個祈禱，好冇？係啦，半跪祈禱。好啦，咁記得咯喎。咁而家我考你可唔可以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都有定嘅？因為三角鐵係咪預備好？嗱，係啦，預備。咁而家咧，記得頭先嗰三個動作嗎？記得嗬。好，咁你聽第一個叮咧，你就做第一個嚇。預備開始做。好，叮第二個，第二個。好，第二幕，好，第三，好啦，咁我而家望一望身邊，邊個做得好啊？好啊，個個都做得好啊！但係好請坐先，大家會興奮。但係我哋只係得兩位定鏡嘅讀經員啦，所以只能夠揀兩位嚇。邊位係可以出嚟？一位瑪利亞，係一位天使加百列，好嘛？瑪利亞先啦。你鼓勵下頭先你個 partner， 你覺得你身邊個瑪利亞做得好嘅，你鼓勵佢出嚟。係邊位瑪利亞？好，快啲咯喎，係啊，好，瑪利亞。哦，你直情一對出嚟，非常好，好，咁你上台啊。好，我哋睇一睇佢哋咪真係。等一等啊，叮一叮先嚇。咁咧今次我哋個空間多啲位啦，咁所以瑪利亞咧，我想你多少少就係你褪一褪，你有一步向後褪一褪先，雙手表係即係你個身係褪後一步嘅，表達到係啦，瑪利亞係啊，驚，好，你褪後一步，驚啊，係啦 ，OK， 好，咁因為呢度個台啊嚇，所以你哋可以褪過啲嚇，我哋留意翻 ，OK。就係呢個啦嚇，咁我哋試下第一個動作啊，叮先，係啦，非常好嚇。咁第二個咧就係天使單手係按手喺佢身上啦，凌空係啦，凌空啦。咁咧瑪利亞今次可唔可以跪低，然後就雙手好似兜咁樣領受祝福，係啦，可唔可以兜得靚啲啊？即係個姿態。圓啲會靚啲。謙卑啲喎，我哋嘅會眾話嚇 ，OK， 係啦，呢個第二個嚇，好啦，咁你從頭先第一個企翻先，第一個，因為你啱一叮就要轉呢個嚇。好，第一個係咩啊？驚，褪後一步，係啦，雙手係揞心，放在心上，係啦，表達。呢個係咪你最大嘅驚恐啊？係啦，咁我諗個頭可以高翻啲嘅，即係望住佢，係啦，佢
跟住驚啲，係啦，OK，好啦，跟住叮嘅時候就第二個叮轉，好啦，跟住第三個記唔記得？第三個咧，今次天使雙手打開，然後瑪利亞就跪低祈禱啦，今次係啦，非常好啦，好係啦，辛苦晒啊！咁未得，而家係 train 緊你啫，一陣間你哋要做嘅，係啊。跟住咧，我哋有3位嘅讀經員嚇，第一位咧就係負責讀第一幕嘅，即係要讀翻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仲讀呢個經文得唔得？第二位就係讀第2幕嘅，咁我想第一位係男聲，第二位係女聲，第3幕係男聲啦，好嘛？即係男女男咁樣啦。咁我哋時間關係已經預備咗嗰張紙俾你㗎啦，係啦。咁我哋先請第一位讀經員，邊位？係啦，就喺前邊企喺度就得㗎啦。第一位，我弟兄，係好啊，請你第一位啊。係啦，咁啊，弟兄可以企喺呢度。係啦，呢個，咁你可以預備下先。好，第二位我需要一位姊妹嘅聲音，有冇邊個姊妹？好，多謝你嚇，係啦，第二幕係啦。係啦，咁你可以企喺佢隔離，一係弟兄你企呢度啊，係啊 ，OK。好，咁第3幕咧，需要一位弟兄嘅聲音。第3幕係好，好，咁跟住咧，我哋嘅可以傳咪用，你哋傳咪好嘛？好啊，咁Samantha 係啦，你企呢度。係啦，咁你哋3位讀經員預備先嚇。咁即係一息間咧，我哋係咁嘅。我哋嘅進行咧，就係呢個就係當日嘅聖誕崇拜嘅嗰個嘅讀經嘅環節啊，叫離奇懷孕聽天命嚇。OK， 係啦，好離奇啊！咁然後咧，咁啊。第一位讀經員去讀之後咧，就讀完之後就唔應該咁講，先叮完之後你哋定鏡，咁佢一路讀你哋定住嗰個鏡喎，好冇？係啦，到轉第2幕咧就叮，就讀經員就讀，跟住你哋就已經轉咗啦，係咪？係啦，咁然後到叮第3幕嘅時候咧，就第3位讀經員讀，你哋亦都定鏡啦。完咗之後咧。你哋咧就因為跟住佢就會唱一首專主頌嘅，係啦。咁你哋就定唔定到咁耐咧？應該定唔到咁耐，係啦。咁你做完之後，你哋就落台啦，係落台啦，係啦。落台你可以去翻前面側邊先啦，好唔好啊？係啦。咁讀經完咧，亦都係啦。讀完之後咧，完咗第3咧，先至係落翻台，就剩翻一位嘅 solo 去唱，明白啊？嗬？好，我哋試下，就陣間唔得，我哋再仲有時間練嘅嚇。好，好，咁我哋先叮咧係一個息怒轉場嚟嘅，明唔明白？明啊？嗬 ，OK。好，咁第一位預備啦。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個童女。等 ，sorry， 要停一停。好。係，我應該要講翻，我哋唔 show 經文嘅，係啦，係啊，讀經係唔需要 show 經文嘅，專心聽就可以啦，係啦。唔係，佢一叮你就做，係啦，一叮就已經好驚，係啊，嗱，好啦，係啦，咁讀經完記得咧唔使咁急嘅嚇，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即好似講故事咁，我哋係 storytellers 嚟嘅，去述説上帝自己嘅 story，好冇嚇？好，再嚟個叮。到了第6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裏，他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瑪利亞。
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和你同在。瑪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考，這樣問候是什麼意思？天使對他說：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先大衛的王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天使回答他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出生的聖者要稱為神的兒子。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現在懷孕6個月了。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瑪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願意照你的話實現在我身上。於是天使離開她去了。弟兄姊妹，瑪利亞好離奇嘅懷孕，其實呢個係上帝自己好奇妙嘅作為，彰顯咗神嘅智慧。佢掌理萬事，耶穌誕生就係神愛世人奇妙嘅作為。當我哋面對人性嘅限制，人實在無法去通透全盤咁樣去明白一切，只能夠認定上主嘅作為。讓我哋藉着今日嘅信息，我哋一同去回應神對我哋嘅說話，以致我哋話我哋嘅心尊主為大，
讓我哋同心祈禱。好，其實頭先嗰個我係講員嚟嘅，係啊，即係你想象翻喺一個崇拜裏邊，呢個係讀經嘅環節，OK？咁我係當日嘅講員，係啦，咁佢呢班讀經員好好啊嘛，去演繹完個經文之後，咁啊講完就即係論翻，然後就有個嘅講道前嘅禱告，然後就講個信息咯，清楚嗬 ？OK？大家真係好乖，就即刻祈禱，係。最後啦，同心獻情，愛的約定嚇。聖誕期，我頭先話一個道成肉身嘅奧秘，實在係難以理解係嘛？上帝臨在人嘅中間，最後嘅呢個獻情呢，我哋會用一首詩歌《愛的約定》。咁而我哋有少少嘅準備嘅。約翰福音呢係講到道成肉身嘅呢一個嘅奧秘嚇。咁你當呢個亦都係一個聖誕崇拜。我哋有一班嘅讀經員，有9位9位讀經員，由 A 去到I 係咪啊？A 去到 I 嚇。咁一時間咧，我哋有啲係同學嚟嘅，有啲就會 invite 即時嘅弟兄姊妹去參與做讀經員啦嚇。A 咧係現場嘅同學嚟嘅嚇。A 有冇邊個同學可以做 A？ 係啦。咁唔使擔心嘅，我哋會有張紙仔貓紙俾你嘅。A 請一位A 啊，係啊，弟兄或者姊妹都冇所謂。好，請你嚇。咁請係啦，同學可以話俾佢聽佢點樣企同埋點樣面向。係啦，你大委員啦，係話俾佢聽。好啦，跟住B 咧係同學嚟嘅，係啊 Irene 嚇。跟住C 又係需要同學嚟嘅，即係其他現場嘅同學。唔好意思，我成日講現場，其實我哋冇網上同學係邊個？好，我呢位。係，即係分別翻我哋本身崇拜學嘅同學啫嚇。好，C 係啦，到D 係David 嚟嘅，係啦，咁喺中間呢個嚇，中間嘅位。E 係 Anita 係啦，Anita 係啦。F 仲好係啦，仲好係啦。呢啲都係我哋崇拜學嘅同學嚟嘅嚇。跟住G 係東東係啦。跟住H 咧係一個今日嘅同學，今日參與嘅有啦 ，OK。最後就係 I Avance 係啦。咁最後尾咧齊咧，我哋就全體一齊讀呢一個經文嘅，係啦。咁我啲一息間進行咧，你有冇試過咧？教會嘅讀經員咧係進到去群體中間去讀啊？有冇試過？嗱，唔俾嘅會俾人話㗎。唔係嘅，應該都會俾嘅。你帶翻出，我想咧讀經員係進到係會眾嘅中間，表達咧呢個神臨在我哋中間嗰個嘅 image 係咪啊？嚇，咁所以一陣間佢哋會係咁樣讀。咁但係咧，我就想你哋係好似叫咗你背嘅係咪啊？背唔到啊？比較理想係背，就唔好攞住個 folder 啊，係啦。我已經特登係揀啲最短俾同學背，係好唔緊要。咁不如你攞張貓紙好嘛？我唔要我哋放低 folder， 係放低 folder， 係啊。一啲好細微嘅嘢都要留意嘅嚇。我哋放低 folder， 係啊。你可以有貓紙喺手。好，咁即係一陣間佢哋就接住咁樣讀嘅，得唔得嚇？一個咁讀。咁我哋都俾佢練習一次啊，好嘛？咁到最撈尾嗰句咧，我哋係會眾一齊加入讀呢一句嘅。咁我哋前邊咧就係呢個先，係啦。咁一陣間我哋先講音樂嘅部分嚇。好，而家由A 開始。好，我諗都係真係要有咪好啲。我哋有好似接力賽，你讀完之後你傳俾佢。好。我小朋友哋好足夠嘅，好。好，咁都請同學望一望你手上嗰張紙，你知唔知你讀緊啲乜嘢嚇？你望一望先。好，開始。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都是藉着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是為了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人藉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證。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係啦，咁讀完之後咧，大家就反翻轉嚟啦，然後就交翻2支咪俾2位嘅同學要唱啦。咁呢啲讀經員咧，如果係要翻台嘅就翻台啦，其他咧就可以係都坐翻低就可以啦，好冇？係啦，咁咧係啦，明白啊？好，咁我哋而家繼續企翻先，係啦，明啊？咁一陣間我哋咧我哋由呢度開始嚇。咁我諗可能有翻少少音樂好啲，好嘛？即係由一開始都有啲音樂，咁然後跟住咧係啲音樂輕音樂，然後我哋讀完之後，最尾一齊讀，然後就翻上台係啦，有獻唱嘅團隊係啦。咁而咪就交翻俾嗰2位同學，清楚啊？嗬，好。咁我諗嗰2位同學都出定嚟啊，係嘛？好啦，咁其他同學都出定嚟啊。好啦，咁讀完之後咧，我哋係會唱一首嘅詩歌《愛的約定》嘅，得唔得嚇？咁我哋不如都先練習1次咁多啊，好嘛？有幾多會仲係冇唱過嘅？舉手。哇，咁多啊！好，咁我哋都練習1次咁多啦，好嘛？我 PowerPoint 留咗在這宇宙浩瀚宇宙中下，留咗個在字嚇，咁大家留意翻呢度。好啦，
我哋而家係進行，我再重複一次嚇。咁咧先有音樂，然後就係讀經嘅同學輪流去讀啦，全咪讀啦。最後尾一節會眾一齊加入啦。然後我會有一個好短嘅引言，然後我哋就一齊去唱最後呢一首嘅詩歌。請3支咪嘅同學，最後尾加翻2支俾前邊歌唱嘅2位弟兄姊妹就可以啦。清楚嘛嚇？咁選取呢個愛嘅約定咧，即係我想起約定呢一個 term 咧，其實呢幾年我哋聽得好多，係咪啊？即係好多約定再見啦。不過咁當我哋人同人之間嗰種聚集分散，要講約定嘅時候咧，都心裏邊有啲嘅忐忑，亦都有啲嘅疑惑。真的可以再見嗎？或者再見嘅時候係一個咩嘅境況啊？諗到啊，上帝同我哋之間個約定咧係好唔同啊！佢應許嘅，佢必定成就啊！所以讓我哋咧喺呢個聖誕裏邊重述啊，呢個似乎係我哋好熟嘅一個 term， 但我哋擺翻落去上帝嘅 story 裏邊，呢個約定係一個咩嘅約定啊？好，咁我哋而家開始進行。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都是藉着他做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光。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是為了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人藉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證。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他。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神同我哋愛嘅約定，喺耶穌降生嘅時刻，已經顯現喺世人嘅面前。從此我哋就有咗永生嘅盼望，我哋有永恆嘅家。呢份盼望呢，係永恆嘅盼望。會眾請一同嚟站立。
出這一切，神的愛已環繞我們，平安的聖誕，歡喜耶穌帶來永生盼望，為我們預備永恆的家。小小的嬰孩為愛來到世上，讓你我看見愛的約定被實現，為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穌為你我降生，為愛走向世界。是否願打開心門，接受這份愛到永遠？小的嬰孩為愛來到世上，讓你我看見愛的約定被實現，為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穌為你我降生，為愛走向世界。是否願打開心門，接受這份愛到永遠，到永遠，到永遠。又係同心祈禱，天父你深愛世人，感謝你，你降世為人，為咗拯救我哋眾罪人，叫我哋嘅罪得赦免，得着你豐盛嘅生命。主，你向貧窮嘅人傳得救嘅福音，你向被囚嘅人宣佈佢哋得以自由，你為安傷嘅人帶嚟喜樂。當我哋活喺惶恐嘅日子，願意主你呢位道成肉身嘅主，叫我哋嘅心靈得着飽足。願你真係做我哋嘅真光，讓我哋經歷你愛嘅光環抱我哋，你嘅平安、你嘅美善充滿我哋，以致我哋喺你嘅同在裏得享呢份嘅安息，瞻仰你臨在嘅榮光，並向你獻上不止息嘅頌讚聲。垂聽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後會眾請坐，同學都可以分返去座位。好，而家係12點，12點時間到。首先我好多謝大家嘅參與，我真係覺得咧好感謝神嚇。特別每一位好願意喺裏邊出嚟帶領啦，同埋其實每一個會眾都係好重要嚇。我哋練習嘅時候咧，冇會眾嘅歌聲咧，爭太遠啦。當每一位會眾你哋一齊願意獻上你嘅歌聲、你讀經嘅聲音、你嘅阿門啊、禱告嘅裏邊嘅阿門，都讓我哋好經歷我哋整個群體嚇係主所拯救嘅群體。所以我由衷嘅好感謝大家嘅參與嚇。一刻咧，我都想你可以花少少時間，我諗1分鐘到啦嚇，你可以填寫呢一個嘅回應表嚇。你哋嘅回應咧，都係幫助我哋更加了解香港眾教會喺崇拜嘅學習上邊有啲咩需要，以至播道神學院我哋整體同工我哋嘅老師講師各樣各種嘅弟兄姊妹都係一齊去參與喺當中，繼續去作培育嘅工作啊！